揸咗貨櫃車40幾年嘅70幾歲男士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男士日常喺嘈吵嘅貨櫃碼頭環境工作，導致聽力衰退。幫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結果係左右耳中至重度弱聽。男士原來用緊一隻傳入耳式助聽器，指定要試用我哋嘅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。哦，咁啊有冇飲咖啡奶茶啊？咖啡奶茶有，間唔中有。有冇落糖啊？冇落糖啊。齋啡啊？齋啡嘅都。即係黑咖啡咯，唔落糖唔落奶咯。係啊，正啊。咁啊，中唔中意食雲吞麵啊？雲吞麵都中意食。外出試機，我哋嘅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非常清晰。男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哋嘅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